大家好，今日我介紹嘅咧就喺太子道西嘅嘉麟閣啦。咁佢附近咧就係旺角東地鐵站啦，亦只需行10分鐘就可以到達。咁而且咧，旺角東地鐵站咧就相當之便利嘅喎。咁其實啦，亦只需要咧喺3個站以內啦，就連接住一個屯馬線啦、荃灣線同埋港島線同埋南港島線嘅。咁而且生活配套附近又有 MOKO 商場，咁就相當之便利㗎啦。咁我今日介紹嘅咧就係嘉麟閣嘅底層 A 室，實用面積有783尺嘅3房單位。我哋依家嚟了解一下。一入到嚟門口就見到一個好豐富嘅客廳啦。咁而且咧，佢附近一啲收納位咧都好足夠喎。咁然後我哋去客廳嘅位置啦，客廳係個長方形嚟嘅，咁就好適合擺放家私，而且咧亦都好容易發揮空間嘅喎。我哋去客廳後面嘅一間房間，咁呢一度咧就足夠擺一張單人床嘅，而且透光度十足。咁然後我哋再去洗手間，咁然後咧洗手間咧佢一啲配套啊或者收納空間都好完善，有個通風嘅窗口啦，而且一個幾乾嘅設計喎。咁一塊大鏡啦，咁就非常之適合攞嚟打扮啊、梳妝等等。咁然後我哋再去廚房位置啦，廚房嘅位置咧空間都足夠闊落，而且配備明火煮食。然後我哋走廊位置啦，走廊位置左手邊有其中一間客房，咁一間長方形設計啦。呢間房嘅空間咧，就稍為充足少少嘅比較。去到最後一間睡房啦。咁其實咧可以見到咧，隔離同埋呢一間嘅睡房咧，佢個空間又相對地比較大少少嘅，咁足夠地放一啲衣櫃啊，甚至書桌等等嘅。咁然後我哋再行過去，最後面嘅都係一間洗手間，咁有洗衣機啊，而且啲收納空間同樣都係一個幾乾設計，有通風嘅窗口、抽氣扇等等。大家睇咗咁耐，對呢個樓盤有少初步嘅了解啦。咁其實咧，無論係一啲中意北上消費嘅朋友啊，或者留港消費嘅朋友咧，都適合咧住喺旺角東嘅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睇住咁多先啦。咁如果有任何疑問，歡迎聯絡翻我92700013，或者撳翻條 link 就可以去到我 WhatsApp 嘅啦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